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传销世界120个国家的直销的产品，金球食品竟然含致癌物黄浆素。台中航空科技大学检验民众购买这种金球的食品，意外来验出这个致癌物黄浆素有819的 ppm， 比标准值足足高出到819倍。有咧食这种食品的消费者听一个，拢错一大条。 开车疲倦的时候可以吃一颗。罐仔内面有一粒一粒物件，敢若西米露咧。买民众佫讲这个物件真好用，肚子不舒服，对，精神不济。民众伫传销公司的门口排队咧买精油，哪里食这个物件？只是这个物件即摆被验出讲有致癌物黄浆素，民众听了后拢唔敢相信。对，已经被化验出来致癌。 黄浆素伫美国已经被禁用，不过这款物件却被验出有黄浆素819 ppm， 比卫福部公告的上限一个 ppm 足足超过819倍。虽然台湾传销分公司已经讲无伫卖啊，英国美国总公司的答复是让人莫名其妙。台湾政府已经确认了，如果黄樟素的来源是从植物来，它可能被允许可以贩卖。 所有的产品的制作跟销售都是完全遵照美国 FDA 跟台湾 FDA 的规定。它那个产品，因为它上面的标示有问题，目前我们已经请它下架，然后不能再贩卖。连艺人6月拢捌伫网络试食这款物件，传销公司到目前为止拢无想要加回应，不过有民众继续伫食，政府顾这个食安真正好人的烦恼。